唉，作为穿越者，好消息，穿成大华皇帝；坏消息，内忧外患，快亡国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得到一个名为强国的系统。唉，坏消息，系统让我亡国或者丢皇位。宿主不要哀怨，你亡国或丢皇位后，可获长生不老药与100万威武族，祝你重建大华，永坐帝位。当真？为何要如此？亡国不知要死多少人。朕欲重振大华，扬大华之威与世界。大华烂到根儿了，无法拯救。不若重新打天下，有100万威武族，宿主可横扫天下，再登帝位。但皇位不可你主动放弃，需太后废。根据记忆，太后早就想废朕帝位了，那就丢皇位，待朕手握100万雄士，再重振大华。她是孔仪，礼部尚书孔林之女，我二弟齐王赵成的未婚妻。她出现在这里，看来齐王想用阴谋诡计，让母后废我帝位。陛下，孔小姐深夜出现在朕的寝宫，莫非有所图谋？殿下，我若深夜出现在玉德堂，陛下怕是会怀疑，不会上当。皇兄登基3年，沉迷酒色，色令智昏，他一定会上当的。可我的名节……哎，孔小姐不必担心，只要你叫出来，本王会立即闯入。妾身仰慕陛下英姿，愿服侍陛下。看来越王赵文丽就在玉德堂外，正好斩赵文丽，给母后借口废朕。孔小姐胆子很大吗？请陛下怜惜。朕如你所愿，但现在不是你叫的时候，否则有人坏我们好事。他猜到了，不可能，他不是个沉迷酒色的昏君吗？他怎么能猜到？现在才是你该叫的时候。你这个昏君！昏君，他是你未来弟媳啊！你竟敢欺辱他！求越王救我！陛下欺辱我！你为何不叫？他捂住我的嘴，叫不出来。越王，好大的胆子！无照擅闯玉德堂，你以兄凌袭，本王定将此事告到太后面前。我们走。来人！你要做什么？越王擅闯玉德堂，论罪。当诛！你想杀本王？杀了！住手！皇后徐庭瑶。放他们走！朕若说不呢？你登基3年，终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太后对你的忍耐已到最大限度。今夜，你亲孔仪，若是再杀越王，天下并群情激愤，届时百官罢朝，太后必废帝。你确定母后会废朕帝位？你以兄杀弟，你觉得太后会让你坐帝位吗？这里没有兄弟，只有君臣。越王未得朕旨意擅闯玉德堂，朕是否可说越王意图弑君夺位？明明是你欺辱孔小姐在前，本王是为了救孔小姐才闯的玉德堂。哦，
皇后为妾身做主，陛下他不顾臣女反对，执意。你今晚犯的错够大了。孔仪自己送上门，朕若不做点什么，岂不成了太监？你这昏君巧辩如簧，你等着，本王这就找太后废了你的地位。拦住他们！你到底要干什么？当然是杀了他。来，有胆就杀了本王！本王丢命，你丢皇位，不敢杀就让本王离开。装腔作势，贻笑大方，让他走！可笑！你真敢杀本王！你真的杀了他？自找死路！你才是自找死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有什么后果吗？今夜，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就是废帝吗？回去告诉齐王，有本事就让母后废帝。你知道还这么做？哼，朕是皇帝，是君，岂容他人威胁？你若被废，你我都活不了，你知不知道？原以为你对朕有些感情，没想到是怕死。本宫担心的是天下百姓，齐王与士绅关系密切，他若登基，百姓再无活路。未曾想，你心系百姓。写罢，等朕重建大华，你还是皇后。现在得想办法保住你的皇位，否则我们就麻烦了。哼，走吧，待朕的地位被废，满朝奸臣一个都活不了。起来说话吧。皇帝当真玷污孔仪，杀越王？太后可找宫女为臣女验身，臣女昨夜的确被陛下玷污。母后，昨夜三弟为救孔仪，却遭皇兄残忍杀害，那是他的亲弟弟啊！他竟下如此毒手，他怎能？那是他亲弟弟啊！陛下登基3年，整日沉迷酒色，又行此荒唐事，请太后为社稷着想，立即废帝。请太后即刻废帝，立齐王为君。母后，如今外有强敌口挂，内有洪灾水淹千里，中原反贼四起，若还不废帝，我大华江山就亡了呀！他3年不理朝政，如今又如此荒唐，哀家要废了他！朕同意了。你这昏君还敢前来！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既然要废帝，请母后下旨吧。越王是你三弟，他可是你亲弟弟，你为什么要杀他？未得陛下旨意，强行撞开裕德堂大门，这是要弑君谋逆吗？撞开裕德堂大门？没错，越王是朕杀的。母后若想废帝，就下懿旨吧。皇后，你竟背刺朕！母后，皇兄如孔仪杀越王，毫无悔改之心，请母后立刻废帝。你亲如孔仪是怎么回事？母后想废便废，何必问朕？只有被废，才能得长生不老药和100万威武族，才是真正的皇帝，而非傀儡。孔仪，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裕德堂？太后，臣女。母后，是儿臣让孔仪为皇兄送去岭南仙果，结果竟遭皇兄凌辱。
陛下辱臣之女，杀越王，此乃不争事实，求太后给老臣做主。孔仪与赵文丽擅闯玉德堂，若是因此废帝，岂不可笑？皇后闭嘴！母后，你想说什么？无论如何，皇兄以兄杀弟，以兄凌袭，这是不争的事实啊！都给哀家闭嘴！太后要废朕帝位了，长生不老药马上就是朕的了。依哀家看，皇帝杀得好，赵文丽该杀。母后，这什么？送仙果？你们把哀家当傻子吗？孔仪为何出现在玉德堂？你们比哀家清楚。玉德堂是天子龙御之所，非诏书不得入内。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可什么？越王是陛下亲弟弟，但他更是臣子，无诏擅闯进宫，其罪当诛。母后，你确定不废朕皇位？这都不废？这次是赵文丽他们有错在先，哀家不敢冒天下大不为废你，但你记住了，不要让哀家抓住把柄，否则哀家即刻废你。用不着母后提醒，朕知道。母后的确看我不爽，只是这次被皇后背刺。不过没关系，这件事还没完。太后，这便是你给的交代吗？这就是哀家的交代。太后如此偏袒，就不怕寒了天下人心吗？太后今天不给老夫一个答复，百官立即罢朝。你敢罢朝，哀家就诛你！吾乃天下鸿儒适龄领袖，我女清白被诬，若还被杀，定寒天下士子之心。大华怕是要亡。你说杀了你，大华要亡？家父乃士林领袖，你若杀了他，天下士子群情激愤，对皇室不满，大华难道不亡吗？皇兄，老身乃朝廷柱石，天下鸿儒，他若被杀，你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杀老夫，除非你这昏君不想要江山了。皇帝，把剑放下。朕若说不放，你砍啊！老夫给你几个胆子，你敢吗？哼！装腔作势，让你杀你也不敢。父亲，如你所愿。老夫是天下鸿儒，你竟敢真杀我！朕乃大华天子，岂容他人威胁？就算亡国，亦无所惧。父亲，皇兄，老身乃天下鸿儒适龄领袖，你将他残忍杀害，是向江山社稷倾覆吗？你为什么这样做？杀孔丽，天下士子不但会骂你，更会与皇室离心离德。你如此无法无天，不怕哀家废了你吗？大华天子只会站着死，绝不跪着活。像，太像。告诉他们，百官若敢罢朝，先诛丞相。诺。陛下，你这样对他们，你记住，世神可用而不可信。大华天子绝不向世神妥协，你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活。太后，陛下昏庸无道，残忍嗜杀，如此行径，臣等不服，请太后废帝，否则我等愿罢朝。把借口送到朕手上，那就再闹大点。谁要罢朝，朕便砍了谁。陛下还能杀了所有朝廷大臣不成？杀所有大臣办不到，但杀你还是可以的。你这昏君！
还有谁要罢朝的？给朕站出来！一家暴君，吾等绝不！还有谁？都给朕站出来！站出来！皇帝，你如此嗜杀，你……哼！太后若是不服，朕再养心殿等候一职。我们走。求太后为家父做主。母后，皇兄残忍弑杀，定引得天下群情激愤，请母后为大华江山社稷着想。请太后为大华江山社稷着想。你们想做什么？请母后废帝。如此下去，天下皆反，我大华江山社稷将不保啊！请太后废帝，另立新君。太后，陛下如此不顾祖宗基业，执意斩杀家父，若不废帝，恐难善了。你们以为哀家不想吗？理由呢？孔林以臣逼君，他该死。现在哀家拿什么理由废帝？你们想让哀家遭受千古骂名吗？太后，幽兰，你说文官能信吗？能信吧？先帝就信他们。是吗？把虎符拿来。先帝，你若有灵，请告诉哀家，哀家该不该废帝？宣魏国公徐虎来见哀家。你就不能暂时忍一忍吗？哼，你让皇帝忍，你认真的？你的地位并不稳，齐王赵成对地位虎视眈眈，调兵虎符用在太后手中。就算如此，朕也是君人。别说孔林，就算是齐王，朕也要杀了他。你还要杀齐王？你还要杀齐王？啊！哼，谁敢觊觎地位，朕就宰了他。齐王也如是。今日你杀孔林，明日太后就要在太极殿宣布废帝了。要的就是废帝，不废帝，朕怎么成为真正的皇帝？废帝又如何？大不了朕重新夺回地位了。我父亲是武军左都督，不是精卫都指挥使，但没虎符他调不动军队。哎呀，好了，你放心好了。我怎能放心？你被废，我们都得完。那明日有兴趣去太极殿看一出好戏吗？丞相大人。齐王殿下可折煞老臣了，快请坐。今日陛下杀孔林，不知此事，丞相可否知情啊？孔林狂妄无礼，辱骂陛下昏君，该杀。家父乃天下鸿儒，他如今被杀，丞相你就没有半点兔死狗悲之感吗？但孔林也是齐党领袖，而本相乃东林党。孔林死了，也许东林党的势力会更大。如今这朝堂之上，齐党、东林党、楚党三足鼎立，恐怕太后不会打破这种平衡吧？那齐王殿下找本相作甚呢？请丞相助本王登基。凭什么？若助本王登基，6部1半席位和参政之事可给东林党。齐王殿下的老师是孔明，天下鸿儒会重用世商合流的东林党？本王登基急需钱粮稳定天下，如今唯有江南钱粮充足。好，明日本相便与齐党联合逼宫。
陛下驾到，百官恭迎。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尔等见君不拜，是要谋反吗？皇兄，本王请皇兄退位。齐王，你这是谋逆！逆臣贼子，尔等乱臣贼子想死吗？什么时候皇后能上太极殿了？朝堂百官不会再听陛下旨意。若陛下现在退位，还能体面一些。哎，孙祥来得好啊！等母后前来，这么多人反对，他能不废帝？丞相何时与齐王走到一起了？陛下昏庸无道，不配为帝。为我大华江山计，臣自当支持齐王。支持齐王，别落个身死的下场。皇兄，如今朝堂百官不再听从皇兄旨意，你威胁不了丞相。尔等乱臣贼子，就不怕落得个以臣逼君的千古骂名吗？臣也是为了大华江山社稷着想，史书上也只会记载臣忧国忧民之举，何来骂名？好，好，好，你们一个二个的想要谋逆是吧？来人，把这些乱臣贼子给朕砍了！哀家看谁敢！皇帝要做什么？总算来了，好戏开锣。母后，你又想让朕说什么？母后，皇兄残忍暴虐，弑杀成性，请母后早些下旨。太后，陛下荒淫无道，昏庸无能，若不废他，我大华江山社稷危矣。臣恳请太后下旨，废帝令新君。尔等整日说忠君爱国，就是如此忠君的吗？乱臣贼子，其罪当诛！闭嘴！皇帝，你没什么想说的吗？要废朕就快点，这么多废话做什么？母后要朕说什么？向百官道歉。道歉？今日要么就废了朕，要么朕就把他们砍了。陛下还能砍了天下士子不成？这是京城学子万人签字的血书，请太后废帝，另立新君。混账！谁允许你们来太极殿的？当然是本王允许的。齐王不过是亲王，有什么资格让他们上太极殿？闭嘴！哼！太后，万人血书影响极大，若不废帝，江南士子群起相应，那我大华危矣。太后，孔大人就算有罪，也罪不该死，却被陛下这样残忍杀害，许朕不服。陛下荒淫无道，昏庸无能，岂能为君？今日吾等前来，代替天下士子向太后请愿，请太后废帝，另立新君。若是太后不允，吾等将联络天下士子，向太后请愿。世子请愿，百官逼宫，为稳定朝堂与天下，太后只能顺从他们的要求。朕要他们全部都得死，拿到系统奖励，谁是朕的对手？母后，如今百官逼宫，世子请愿，若不遂了他们的意，大华唯恐亡矣啊！请母后以江山社稷为重，废帝，另立新君。皇帝，你是先帝所立，哀家不想驳先帝，你自己退位吧。我大华只有驾崩的君王，没有退位的懦夫。皇兄，母后给你体面，我劝你还是自己体面吧。
若朕不要体面的，那就别怪我们把你赶下皇位。你就不怕朕砍了你吗？陛下怕是不知我的身份吧？和朕比身份，你配吗？这位是来自江南的世子。江南的世子，难道说江南的世子又如何？朕一样杀。陛下不可。这天下还有谁朕不能杀的？哼，他们是江南的士绅，若杀了他们，江南再也不会向朝廷提供钱粮。如今西北民乱，中原洪涝，只有江南能提供钱粮。若无钱粮，不出3月必将亡国。哼，皇后确定吗？非常确定。看来皇后清楚。太后今日若是不废帝，吾等立即停止向朝廷提供钱粮。齐王也是太后亲子，立他为帝很难吗？杀孔林，因天下士子群情激愤，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孔林藐视君威，朕有何不能杀？事到如今，陛下还不知悔改，请太后顺民心。皇帝，你昏庸无道，沉迷酒色，残忍暴虐，弑杀成性，你知罪吗？就算废帝，朕还是大华天子。总算要废朕了。哀家今日待先帝废。慢着！太后若敢废帝，休怪吾等勋贵造次。休怪吾等造次！你们是要造反吗？徐虎，你竟敢背刺朕！太后是陛下生母不错，但陛下是君，他人皆为臣，以臣废君，形同谋反呐！若不废帝，大华就亡了，尔等不明白吗？齐王登基才是完了。今日太后真敢废帝，那就休怪吾等。若哀家册封摄政王呢？册封摄政王？只要不废帝，皆可。徐虎，你没有调兵虎符，也敢胁迫母后？臣是没有虎符，但军中将领皆是勋贵旧部。齐王真想试试？你册封摄政王，那朕怎么完成任务？哼，军中将领多为勋贵心腹，若惹毛他们就麻烦了。由齐王掌权也能接受。太后，臣认为可以答应。好，哀家就册封摄政王。昏君，等你成为傀儡，我一定要杀你为父报仇。不行，朕不同意册封摄政王。这是最好的办法，只要你还是皇帝，我们还有机会。朕宁死，绝不受辱。皇兄，此事你说了可不算。你信不信？朕现在就杀了你！皇帝，你告诉哀家，百官罢朝，世子逼宫，该如何解决？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陛下没听清，吾等背后是江南士绅，朕杀的就是江南士绅。朕就不信，杀了他们，母后还不废朕。哼，杀吾等，断朝廷钱粮，不到3月就亡国。那就亡国。身为君王，你竟说亡国？母后，皇兄不愿退位，不就是眷恋皇位吗？杀了他们，将失去一切，所以皇兄不敢杀。杀了！你何必难为军师？若真敢，何不自己动手？陛下，你吓唬不到他们。
谁要册封摄政王？这种伎俩吓不到我，你不敢杀我。敢杀我！还有谁要册封摄政王？你残忍暴死！忤逆者，死！你这昏君！还有谁？你敢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残忍暴虐！你如此弑杀，是要逼天下士绅谋反吗？他真的是玉儿吗？母后，皇兄弑杀成性，其母后即刻废帝，否则我大华江山社稷不保啊！他们何罪之有，却被陛下残忍杀害？若江南士绅群情激愤，不遵朝廷，大杀江青啊！臣请太后即刻废帝！请太后即刻废帝！请太后即刻废帝！册立摄政王，虽然丧失大权，好歹还有机会，你为什么不听啊？朕只会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此四人死不足惜，若无钱粮，恐怕大军难调啊！陛下，杀害江南士子，得罪江南豪绅，朝廷钱粮断供，我大华就亡了。哼，若是亡国，朕便图天下士绅陪葬。你没机会了，哀家现在就册封摄政王。母后想试试朕的刀，封立马。你在干什么？她是太后。太后又如何？敢威胁朕者，死！不对劲，母后应该暴怒啊，为何没反应？难道吓到她了？或者说勋贵集团逼宫，让她不敢再提废帝的事？看来我得重新找机会了。她是玉儿吗？赵玉，你这不孝的昏君！你皇帝，你要做什么？母后，交出虎符，还政于朕。3月后是中秋万邦朝贺，如果你在万邦朝贺上能令哀家满意，哀家还政给你又如何？母后，你这是不给吗？不错。母后，不要逼朕动粗。慢，幽兰。母后，不能将虎符交给他呀！齐王难道连太后的安危都不顾了吗？此虎符可调动经营15万大军。母后，朕要的是能调动全国军队的8枚虎符。你若在万邦朝贺上令哀家满意，哀家会给你；否则，就算杀了哀家也不行。母后10分有9分不对劲，不行，朕可不愿再等3月，必须得继续做。老臣徐虎参见陛下。国公，快请起。谢陛下。魏国公，你可知朕今日召你所为何事啊？陛下召臣，想必是为了钱粮。不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虎符的原因了。那你找我爹做什么？又不是带兵打仗。哎，那当然有用了。这魏国公啊，此事还非他莫属。你从金营调5万精兵去河南与山东，按照上面做就行。陛下如何确定？再说此事太过玄乎。哎呀，你遵旨便是。是，老臣遵旨。你让我父亲去做什么？当然是调走他，不然下次还得被辞职。你别管了。
出宫去。出宫做什么？哎呀，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啊！太后怎能这样？难道我父亲就这样白死了吗？老师不会白死的。孙相也设下计谋，就等赵玉中计了。什么计谋？逼赵玉杀于廷照。只要于廷照死，整个东林党都会成为我的筚柱。王爷，蒲陵来了，让他进来。王爷，你来干什么？您说的那件事，就给1万两白银，怕是不太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只要你能挑起赵玉和他们之间的战争，本王再给你3万两。多谢王爷。他是谁？他呀，他来自鸿胪寺。鸿胪寺。今日之事，你们怎么看？陛下杀了诸王、贤正4家的长子，他们这4家可不会善罢甘休啊。以相爷的意思呢？可陛下手握经济15万大军，再支持齐王，恐大祸临头啊！有大军没粮食有什么用啊？相爷不是已经吩咐江南粮商不得卖1粒米给陛下？更何况齐王登基，那我东林党以后就权倾朝野，一家独大了。那我们就扶持齐王。好，那相爷，我们就先告辞了。相爷如此，不怕杀身之祸。只有于廷昭和沈阳死了，本相才能真正的掌握东林党，而不是做个傀儡。就怕陛下看破相爷的谋划。哼，他一个整日沉迷酒色的昏君罢了。于廷照，听说是你让梁商不卖粮给朕的，是吗？陛下，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哼！草民参见陛下、皇后娘娘。是他让你们不卖粮给陛下的吗？就是他！你们血口喷人！老夫何时让你们不卖粮给陛下了？陛下，臣冤枉啊！你的确冤枉。你们确定没粮食吗？草民万不敢欺瞒陛下。哼，杀！有粮吗？陛下，陛下，是户部尚书于廷照不让我卖给陛下的。谢陛下，相信臣。太后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呢？太后，皇帝，你深夜来于府做什么？当然是杀了这些粮商。梁商关系京城100万黎民，不能杀。若朕非要杀呢？这京城的粮食都由粮商从江南转运，若是杀了粮商，这粮食该如何转运呢？杀了他们，京城瘫痪，母后还能不废朕？现在徐虎可不在京城了。这几个粮商不听命于陛下，反而听命于于廷照，难道不该杀吗？陛下，太后，臣发誓绝无做过此事啊！太后，草民是被胁迫的，请太后明鉴呐！于廷照，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于廷照是东林党真正的领袖，只要他死了，我便可真正掌握东林党。于廷照藐视天威，不杀不足以震天威呀！你们，这商贾敢污蔑大臣，
简直是找死！来人，杀了！慢，陛下，于廷照藐视天威，若不杀，何以振天威？给你个台阶就下呀！杀了于廷照，皆大欢喜。皇帝，你能承担京城缺粮的责任吗？朕就杀了，母后能如何？你，陛下滥杀无辜，请太后主持公道。你暴虐无道！暴虐无道又如何？母后，您莫非是想要废朕吗？来吧，废了朕！你信不信哀家现在就废了你？别光说不做呀！母后，有本事你就废了朕！现在，立刻，马上！太后若是因几个商贾就要废帝，我大华天子威严何在？徐廷瑶，你又来！母后，你不是要废朕吗？快下懿旨啊！朕等着。你，我们走。我就不信了，凭那个昏君他能破局？殿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丞相让梁上告诉赵玉，是于廷照不让他们卖粮。只要赵玉杀了于廷照，江南必乱。传言孙祥只是东林党的傀儡，是真的？于家是江南顶级世家，号召力在孙祥之上，他才是东林党真正的领袖。若陛下杀了于廷照，江南必乱，太后定会为江山社稷，另立新君。是啊，可是被那个昏君打乱了。殿下，那我父亲的仇就没有办法报了吗？本王倒是还有一计，你去他身边潜伏。他能相信我吗？我那个皇兄沉迷酒色，只要你去了，待本王登基称帝，皇后之位还是你的。我去。徐廷瑶这个反骨仔，三番五次的背刺，难不成真要在中秋万邦朝贺上唱反调？陛下，孔仪求见。他，让他进来吧。诺。你来做什么？齐王觊觎皇位，迟早身死，臣女想活，求陛下怜悯。怕是来做卧底的吧？不过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你觉得朕会放过你吗？今夜齐王欲让陛下杀了于廷照，于廷照是东林党真正核心，杀了他，东林党便可光明正大的支持齐王了。杀错了呀！若杀于廷照，江南乱，母后肯定废我了。陛下，敢威胁朕？那沈阳不是东林党核心吗？朕把他杀了，倒要看看那些东林党到底会不会支持齐王。还好陛下明察秋毫，否则老爷可就死了。孙祥这个混账，想害死老夫，掌控东林党。老爷，那支持齐王该如何说？赵成与孙祥早已经媾和，孙祥支持齐王，老夫就支持陛下。那江南朱钱王郑四家，
把我的意思传达下去。儿子没了可以再生，若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别人。明日老奴就秘密返回江南。行了，别叫，老夫还要进宫。相信陛下还在等着老夫。退下吧。他为何会来？投诚呗，估计被朕吓破胆了。这个孔爷不简单，心思深沉。朕知道。话说，你是如何知道太后今夜会去于廷照府的？这齐王觊觎皇位，朕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监视着，他自然会去告诉母后的。只可惜，我们现在的麻烦还没有解决。不，你信不信？今天晚上，于廷照会连夜进宫找朕。于廷照是东林党真正的领袖，况且他代表着江南士绅的利益，他怎会找你啊？这自然是来投靠的。那你想多了，他没道理来。陛下，户部尚书于大人求见。真来了？让他进来吧。诺。朕说的没错吧？这于廷照今晚肯定会来投效的。如今你随时可能被废，应该不是投效，而是找你商量别的事情。你听过一句话吗？什么话？这风浪越大，鱼越贵，风险与机遇并存，这也是朕的机会。他怎么会如此冒险？罪臣于廷照叩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罪臣于爱卿不是大华栋梁吗？可当不起罪臣啊！臣有罪。他真的是陛下吗？陛下何曾有如此的心智？朕听闻通州转御史沈阳是东林党核心骨干。是，沈家主因合运，京城多半的米粮布匹都由沈家转运。朕要杀了沈阳。陛下不可呀！之前先帝裁漕运衙门的人员传旨，将漕运转交给沈家。你若杀了沈阳，沈家暴怒。沈家暴怒如何？这运河停摆吗？沈家暴怒，运河停摆，田赋和税银都无法运往京城。朕不能忍受漕运放在一个世家手里。若京城瘫痪，那太后必然会废你帝位啊！陛下可将沈阳调往他处，擢升他人为转运使，再徐徐图之啊！朕跟你不是商议，是决定。待朕杀了沈阳之后，你与百官向太后请愿，废朕帝位。请愿废帝？于大人，今夜找我来何事啊？陛下要杀你。什么？你沈家的漕运威胁到了陛下，你觉得你还能活吗？当年是先帝将漕运交给我沈家的，陛下他凭什么杀我？就凭你有威胁陛下的实力呀！他敢动我，漕运就停摆。漕运停摆就灭了你沈家，灭我沈家，江南就造反。你可知魏国公带了5万大军南下，其目的就是江南，知道了吗？这于大人，这你得救我呀！走。陛下让我在你死后，让我联合百官逼宫，请太后废帝。这陛下这不是疯了吗？不对，这话是说给你听的。对喽，陛下的意思就是让你亲自交出漕运权，你若不交就……于大人，那我该怎么办啊？明日就向陛下负荆请罪，交出所有的漕运权，然后效忠陛下。要不然找孙祥商量此事。孙祥想弄死老夫，我已与他翻脸了。难道他……实话就告诉你吧，只有人活着才能享受，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明天就去找陛下。魏国公率领5万大军正在南下，
不出几日便会到达河南。昨夜于廷照进宫找陛下。是的，于廷照在养心殿待了许久，拉拢分化，杀伐果断，真正的帝王。可哀家是大华太后。太后，齐王丞相与孔仪求见。让他们进来吧。儿臣，臣女，老臣拜见太后。你们找哀家什么事？母后，儿臣得到消息，皇兄已经派人抓了沈阳，要杀了他。什么？你当真要杀沈阳？你认为朕在开玩笑吗？杀沈阳，漕运停摆，母后必非这人。拿系统奖励再重建大华，永坐帝位。你在开哀家的玩笑。你不能杀沈阳。朕若说不呢？母后，陛下也想夺回漕运。漕运乃是沈家立足根本，想拿回漕运，除非灭了沈家。母后，京城的粮食布匹，朝廷的漕运赋税，全靠沈家运转。若灭了沈家，京城恐怕会瘫痪呢。皇帝，不要让哀家说第3次。不要和太后硬刚。太后，朕也不想说第3遍。沈家不仅有水手船只，还有抽10万在水上讨生活的水手。这些人只听命于沈家，除非沈家自愿，否则谁也夺不走沈家的漕运呢。那朕就全砍了。朕不介意再屠一个江南，朕可是要京城瘫痪，你能不废朕？母后，皇兄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望母后早做决断。你这样做，不但拿不回漕运，而且会让京城陷入瘫痪。陛下，沈阳待到。宣通州转运使沈阳觐见。罪臣沈阳，叩见吾皇万岁。你有何罪啊？罪臣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请陛下治罪。明白了，沈阳以退为进，沈家关系漕运，赵玉不敢杀他，这是逼宫。沈阳是在逼宫，好大的胆子！皇帝，你能解决吗？沈家掌管天下漕运，有功于社稷。沈大人何罪之有？快起来吧！吾陛下旨意，罪臣岂敢起身？还请陛下降罪。沈大人，你为朝廷掌管漕运，劳苦功高，何罪之有啊？沈阳不可杀，先借坡下驴，再做打算。沈大人，你起来吧。皇帝，让他起来。他不是说他是罪臣吗？那他为什么要起来呢？杀了你，母后必废朕。沈阳，你知罪吗？臣知罪。沈阳就是知道你不敢杀他，才逼你自取其辱。知罪就好。那朕要你的沈家漕运，你给还是不给？漕运是沈家的私产，岂能与陛下？陛下不满，大可杀之，只怕陛下不敢。皇兄，你若是不敢杀他，就别整这些吓人的把戏。于廷照说的没错，孙祥就是想让我和于廷照死，好掌控东林党。若漕运断绝，京城瘫痪，只怕皇兄这皇位也做不了多久了吧？好啊，那朕就借你吉言。臣愿献漕运所有水手船只。你说什么？你在干什么呀？
你不应该仰仗曹运和朕硬刚吗？你他妈怎么怂了？罪臣与陛下作对，罪该万死，愿献所有水手船只。沈大人，你在说什么呢？沈大人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要将沈家所有的水手船只献于陛下。有本王和东林党做靠山，你怕什么？沈家掌握曹运，皇上不敢杀你。罪臣劝齐王勿与陛下作对。沈翔，你屁股别走歪了。沈大人，你可别忘了，你们沈家的根在江南。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当着陛下威胁他人，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吗？你都给哀家闭嘴！这怎么回事？你问朕，朕问谁去？不对，你说说吧。此事乃孙祥自作孽罢了。你什么意思啊？孙祥欲拿梁商之事诛老臣，但万幸被陛下发现了，杀了江南梁商，饶老臣一命。你胡说八道！本相不知梁商之事。闭嘴！你继续说，当初就该杀了于廷照。沈阳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罪将处死。但是陛下念其有功，若能负荆请罪，便饶其一命。今日沈大人是来请罪的，并献上了曹运权。你是说，这一切都是皇兄谋划的？正是。朕何时谋划这些了？哼！你确定朕交代过这些话？陛下告诉臣要杀沈阳，还要灭了沈家满门，其中的意思就是让臣去劝一下沈大人。混账！谁告诉你这有隐藏意思的？朕何时说过？你他妈脑补什么？这哪里有隐藏意思了？这种话怎能在这里问出来？老臣胡说八道，陛下绝无此意啊！杀鸡儆猴，恩威并施。以后这种事确定清楚了再和哀家说，丢人现眼。母后，沈阳，你会后悔的。陛下，臣幸不辱命。你做得很好，下次别做了。陛下，臣听闻齐王欲在万邦朝贺的宴会上借藩邦使者对陛下逼宫。逼宫？哼，如何说？具体臣并不知，好像与战争有关。战争？如今朝廷钱粮似乎依赖东林党了。中秋万邦朝贺时，你们附和大臣与齐王还有孙祥一起向朕逼宫，明白吗？附和齐王和孙祥？你疯了吗？万邦朝贺宴会上逼宫，那太后真的会废了你的。那齐王那一道不就自动跳出来，正好朕就可以一网打尽了。这风险太大了。陛下高傲，引出齐王党，然后再杀掉。臣谨遵圣意。这于廷照和沈阳是东林党的核心人物，他们如果投诚的话，那东林党便不足为惧。你真以为丞相是傀儡啊？他的势力很大，大到于廷照和沈阳死，他就能掌控整个东林党。这于家和沈家在东林党的地位特殊，那些士绅是不会跟着孙祥的。这东林党的人啊，都是为利益走到一起，自然也可以因为利益分道扬镳。那我们这不是白忙活了？当然没有，这一切等到中秋朝贺的时候，自然会见分晓。弄巧成拙，看来得在万邦朝贺上和母后对着干，激怒他才行。母后，皇兄抢夺漕运职权，这是劫掠民财呀！若传出去，我大华威仪不保啊！哀家也想让你登基，但勋贵集团以靖难威胁，只能册封摄政王。可是这摄政王没有号召天下的权利啊！如今朝廷急需钱粮，你若能以钱粮胁迫，便可
让勋贵屈服。母后，你不如把那7枚调兵虎符给儿臣们。虎符要配合玉玺才能调动兵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军队士卒是要养家吃饭的，明白吗？儿臣明白了，儿臣现在就去调集钱粮。幽兰，你说哀家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太后饶了奴婢吧。想来哀家不是。皇帝，你今日若不能令哀家满意，哀家不会把虎符给你。太后如此逼朕，希望别后悔啊！哼，若不是勋贵支持，哀家早已废你。那朕求母后现在就废。你少说2句吧，她毕竟是太后。待会儿不把你气哭，这就不是皇帝。陛下，今日所有藩邦使臣皆到，请陛下。谁说所有藩邦使臣全都到了的？太后，陛下，此次万邦朝贺，还有来自遥远欧罗巴的使臣，就在殿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宣欧罗巴使者觐见。皇帝，不要丢我大华颜面。From di tenere e perle, del mio di prendere fatto, per voi, ogni nambi e perle。我们是来自高贵的欧罗巴的使者，你们见到我们为什么不下跪呀？能他妈这么翻页？混账！这藩邦一族竟敢如此口出狂言！太后，陛下，这厮狂妄无礼，应当立即斩杀，向欧罗巴宣战。皇帝，此子犹如我大华，立即推出斩首示众，向欧罗巴宣战。你说宣战，那朕就不宣。Jolo Pleskenda, Gonsenero Huprola。睇你是我講你是，講你件事我個性格，感情人，卡嚟講先我講你。哦，Bella Gro Oleta Matoladri, Volua, Madre Locicale, Amando Benero, Masenfle Wamelo。我家先生听说大华地大物博，所以特意带了3件东西，让陛下辨认。如果陛下能够辨认出来，那我们将大量高价购买大华的东西。若认不出呢？割让沿海3座城市给我们。荒谬！祖宗之地岂可赠送？现在就推出去斩了！陛下，臣怀疑这翻译是有问题的。即便藩邦使者再如何，也不可能说出如此的话。臣附议，再不动礼节，也不会在大殿之上胡言乱语。陛下，这确实有问题，除非这个使臣是傻子，否则怎会在大殿上说出这样的话？不急，朕答应你们的条件，把东西都带进来吧。Gonsenero Huprola。The guest 嗰你先過，假應該是我所弄，講你嘅公事，我要娛樂嘅時候撒講。Cubuleo Plespenza, nella tua flesa senza, quando le nine stelle dietro le mano d'amore, che di speranza。我家先生说了，如果你们认不出来，还不割让城市，那我们将派无敌舰队远征东方。皇帝，你没听到哀家的话吗？太后，本宫也觉得这个使臣翻译有问题。皇后，你闭嘴！陛下，这厮如此狂妄，等立即斩首宣战。皇兄，这藩邦使臣如此猖狂，你还不将其斩首，是想把我大华的脸都丢尽了吗？哎，这是什么东西？你见过吗？不知。现在怎么办？放心吧，现在我们和陛下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自有办法。皇帝，现在就把他们杀了。
太后想让我对他们宣战，朕就偏不。你凭什么不杀他们？别忘了你我的约定。朕忘不了。至于凭什么，就凭朕认识这3样东西。孙相，这3样东西你可认得？那只白色兔子应该是努尔干都斯的血兔，剩下2个老夫也没见过。皇兄，除了血兔之外，其余2样物件，我们均不知是何物。你不知道，不代表朕不知道。陛下不杀，反倒是答应他们，难道是想让我们大华脸丢尽吗？皇帝，你听到了吗？连丞相都不知道，你久居深宫，又如何能知？若不杀，我就册封摄政王。母后，你就这么确定我不知道？老臣博览群书，尚且不知，陛下久居深宫，又岂会知道？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况且这件事情还关乎我大华颜面。急什么？今天非得把太后气得冒烟不可。朕说了，朕知道这3样东西。那你说说，除了这雪兔，剩下2个是什么？这不叫雪兔，这叫极地兔，又名北极兔，生长在北域的极寒之地。极地兔？极地兔是什么兔？我从未听过。皇兄，那什么极地兔，我从未听说过。那分明就是雪兔。陛下若是不知，可选择不说，胡说八道只会丢人。皇帝，你是非要丢我大华颜面才好是吗？你们不信啊，可以问使者。哼，来吧，把事闹大就对了。咩成個應該是我成家嘅恩婆，第年次得了個。喂，quando nella stella della mano d'amore e di speranza, l'andes lote。我家先生说：“陛下，您说错，这不是极地兔。按照约定，您要割让大华3座沿海城市给我们。”本王的机会来了。陛下，你胡乱回答，让我们大华丢了好大的脸呐！皇兄，你胡说八道，导致大华如此丢脸，你该给母后一个交代。你们就如此确定这不是极地兔？使者都说了这不是极地兔，你还狡辩什么？你太让哀家失望了，哀家要立摄政王。极地兔的皮毛有个特征，不同方位的光，皮毛颜色会不一样。别胡说了，这世上哪有这种皮毛？哀家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东西？老臣知道雪兔的皮毛会根据气候发生变化，但从没听说过光照方位会变化的。母后，皇兄胡说八道，让大华颜面尽失，还请母后我立摄政王，重整朝纲。你们不知道，不代表没有。那你就证明啊！若证明不了，哀家就册立摄政王。证明？简单，来人，关门，掌灯。关门，掌灯。先将灯悬于头顶。啊！看清楚，现在是白色，然后放左边。故弄玄虚。如今兔子皮毛应当是灰色。真变灰了！久居深宫的皇帝怎么可能知道这些？这居然是真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想知道吗？小的美。现在，你还要说这不是极地兔吗？赵玉久居深宫，怎会知道这些？A me sa mi bene das lente, babla cosa no la do。それ跟我講先啊，咩意思所以先啊 ？Police。Calor mio be gredi mia me, senza di de languisce il gol。我家先生说了，此为雪兔，不是极地兔。陛下输了。混账！证据摆在眼前，你还敢狡辩？欧罗巴使者欺人太甚！陛下，臣严重怀疑翻译是在胡乱翻译。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你确定他是这样说的吗？当然。现在皇兄有2条路可走，第一条路
就是割让3座城市。第二条路，向欧罗巴宣战。陛下，祖宗的土地岂能割让？依老臣认为，应当开战。皇帝，此时还需想什么吗？他们如此不将大华放在眼中，立即斩杀开战！欧罗巴使者不是这样说的，这翻译在胡乱翻译。笑话！皇兄不信翻译的话，却相信于廷照和沈阳两人的话。我们不信藩邦使臣会如此愚蠢。哼，于廷照，本相问你，你听得懂欧罗巴话吗？还有你，沈阳，你懂吗？我们是听不懂，但是正常人谁会这样说啊？听不懂就闭嘴！皇帝，你不想要虎符了是吗？行了，于青和沈清是听不懂，但他们说的没错，普林就是在胡乱翻译。敢问全场除了我，还有谁听得懂欧罗巴使者说的话？难道陛下要因他人的所谓分析，就说我胡乱翻译吗？你有证据吗？完了，陛下听得懂欧罗巴语，我完了。我查的是 take a plafling， 阿拉卡 plafling， 你这个奇怪，是他，他给了我1万两白银，让我这样翻译的。你胡乱指什么？该死，赵宇怎会懂欧罗巴语？就是你给了我1万两，让我胡乱翻译的。胡说八道什么？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别胡说。Teraz čuli vas, boli vas mio, nego ste se čuli vas nada. Ali kod kad se Lucas absent mio, kad se absent to dinner. Čuli vas! Dismat. Blood, use the mood. Povela se tuvalata, ali nas cevajo, amaz. 陛下，刚才我翻译错了，这3样东西是我家先生献给大华皇帝的礼物，希望大华皇帝能够允许我家先生在大华境内大批量购进物品运回欧罗巴。那若是认出这3样东西又怎么说？我家先生说，如果大华皇帝能够认出这3样东西，再赠送1件礼物。尊敬的大华皇帝陛下，我非常吃惊，你认识极地兔。但剩下的2件物品，您一定认不出，这是从新大陆带回来的东西。就算在欧罗巴，也有许多人不认识。第二个托盘的叫土豆，你们欧罗巴称之为马铃薯，它来自遥远的南亚美利加州，它产量大，易于种植。第3个托盘内的东西叫辣椒，它来自北亚美利加州。朕说的可对。你不仅懂欧罗巴语，居然还知道什么遥远的新大陆。玉儿可不懂这些呀。我大华境内有从遥远西方来的商人，朕当然是通过他们知道的。殿下，我们失算了。无妨，我们还可以挑起匈奴的战争。王爷，别说让陛下退位，就算弑君，亦无不可。然此事需慎重。无妨，本王心里有数。我家先生说，大华皇帝陛下回答完全正确。尊敬的大华皇帝陛下，我将按照之前的承诺，再赠送您1件礼物。手摇发电机。朕想起来了，17世纪初，吉尔伯特发现电学、电吸引等现象，被称为电学研究之父。但发电机还要在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在实验室里，这什么情况 ？Dismat. Blood, use the mood. 当然，这世上就没有朕不懂的。大华皇帝，你确定吗？他叫阿史那谢图，匈奴大汗的亲弟弟，被称为谢图可汗。朕乃是大华天子，一言九鼎，自然是真。好，这是你说的。来人，蹲下来！大华皇帝，你不是说自己都懂吗？如果你让这颗心脏重新跳动，本汗就送你3000匹良驹。
你分明是挑事！谁能让一颗死的猪心脏跳动的？陛下，阿史那谢图在故意挑事，勿要上当。大华皇帝不是说什么都懂吗？若做不到，就送50万担粮食，20万匹布给我匈奴啊！荒谬！你们是故意刁难！本汗就是刁难。告诉你们，如果不给的话，本汗就率10万铁骑踏平长城防线。陛下，匈奴就是故意刁难，我大华与其开战便是。皇兄，此事关系我大华颜面，绝不容退缩呀！不行，绝对不能与匈奴开战。欧罗巴距离万里之遥，开战也无妨，但匈奴近在咫尺。陛下，当派使者去跟匈奴大汗商议，而不是跟着谢图可汗商议。母后，这匈奴可汗屡次挑衅，如若不战，岂不弱了我大华威势？你闭嘴！阿臣遵旨。皇帝绝对不能与匈奴开战。错，朕会让心脏跳动，朕也会与匈奴开战。大言不惭！我匈奴帝国等着你的战术，但本汗很好奇，你如何让这颗心脏跳动？皇帝，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让心脏跳动还要开战？你以为自己是谁？当然是大华天子。皇兄，开战之事尚且不提，但让死去心脏跳动，皇兄是在说梦话吗？让死去的心脏跳动，只有神才能办到。哼！若世间有神，那便是朕。够了，哀家不想再听这种话。今日你是打定主意要和哀家作对了是吗？现在应该驱逐谢图可汗，再派使臣找匈奴大汗。朕才是皇帝，朕说了能行，那就一定能行。大华皇帝，我看你只会用嘴巴说说而已，你倒是过来做呀，做给我看呀！这还不简单，用它就行。他？那不是欧罗巴使者送你的礼物吗？他能让心脏再次跳动？皇帝，你失心疯了吗？朕若是做到了，如何说？你若做到了，哀家就不再言册封摄政王之事；若做不到，立即册封。好。皇兄，你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说他能让心脏再次跳动？若这世上有东西能让这心脏继续跳动，那岂不是人死也可以复生？这东西能让死人复生吗？陛下，我家先生说这个东西没有治病救人的能力。陛下，我这次真没说假话。朕知道，欧罗巴使者对这东西最是了解。既然他都说这东西没治病救人的能力，那必定是没有啊！皇帝听到了吗？连送出这东西的欧罗巴使者都说没这能力。他不了解这东西。皇兄，竟说欧罗巴使者不了解，难道皇兄比他还了解不成？既然你们不相信，那朕就让你们开开眼。哼，哀家倒要看看。孙相怎么看？人死岂能够复生？于廷照、沈阳，臣在。于尚书摇把手，沈阳以布包手，拿住2根铜线。臣遵旨。就是现在，将2根铜线按上去。皇兄，这心脏可是没有跳动。欧罗巴使者说过，这东西根本没有治病救人的能力。松开！哦，哎，跳了，心脏跳动了，这。真跳了！什么？已经死
去的心脏怎么可能还会跳动？这怎么可能？这个心脏可是我今早亲自看到有人从猪身上取出来的。那猪早就死了，怎么可能再跳动？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欧罗巴使者送的礼物能死而复生？ mes amis, the jour refait, le vie rachète pour le jour de la boue. À mes amis, raisez la tête. 陛下，我非常了解这件东西，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您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世上没有朕不懂的。至于现在你们懂的，朕也懂；朕懂的，你们不一定。孙相，这咒语居然能让死掉的心脏跳动，这可如何是好？殿下莫慌，看本相。谢图可汗，你输了。快献上那3000匹良驹吧！假的，都是假的，本汗不信，本汗不信！你们匈奴就如此不讲信用的，是吧？本汗就是不讲信用的！我要你们大华献上50万担粮食，10万匹布匹给我匈奴，不然的话，本汗就率上10万铁骑，我踏平你们防线，我杀光你们大华人！皇兄，这匈奴可汗如此狂悖，怎能不战？臣建议杀谢图，以振大华国威。只有赵玉杀谢图，战争爆发，我就有借口废帝了。你混蛋，竟然还敢杀我！混蛋！我不是帮你逼宫，说祝你登基之后会将辽东给我们匈奴驰骋。叛国！赵成，你敢叛国？母，儿臣万万不敢叛国呀！太后，这都是阿史那谢图胡乱攀咬，不可信啊！蠢货！太后最恨叛国者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胡乱攀咬，能指着他鼻子说？母后，臣要真是叛国，那为什么还要杀了谢图？若赵成死，母后废朕就无人可立，那就不会废朕，这不行啊！母后，齐王是父皇的二子，想来是阿史那谢图胡乱攀咬。此皇帝城府竟如此深，哀家多虑了。臣弟谢过皇兄。看在皇帝的面上，哀家暂且信你。谢母后。君啊！你爹爹阴谋叛国，你竟然还原谅他？说不给3000匹良驹，这现在就砍了你！你敢杀我？我兄长可是匈奴大汗。皇帝，我朝暂时无力与匈奴征战，放他走。放？笑话！朕若放他走，那有何颜面统一这大华万里江山？你若敢杀本汗，你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皇兄，要不就放了他吧，只不过是丢了些面子，看我不气对付你！方才你不是要杀他吗？怎么改主意了？臣听言，君为亲，民为贵，社稷次之，放了他，也不过就丢些面子。他说的对啊！如果我今日死在此处，你们大华人全部都要给我陪葬，所以你们还是放我走吧。人，陛下，你不能杀他。没有谁不能杀。你吓唬谁呀？要敢杀本汗，你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现在。你确定吗？告诉你，我今天就把脖子放在这里，有种你就把它砍了来啊！朕满足你。还有谁想挑战朕的？都给朕站出来！朕倒要看看你们有几个脑袋！把他给我拖走！皇帝，你怎敢杀谢图？现在我大华无力与匈奴征战。太后，此事怪不得陛下，是谢图挑衅至极，陛下忍无可忍罢了。太后，是谢图挑战天威，罪该万死啊！陛下此举乃是维护天子威严，若不杀，我大华国威何在？朕没有错，都给朕站起来！是。母后，朕可是挑起2国战争，你还不废帝吗？时至今日，你还没意识到吗？太后要朕意识到什么？朕乃是亿万黎民之主，万里河山之主。太后想让朕卑躬屈膝，太后不满，大可废了朕。太后，
天子应有天子的天威，这个天威也比不过江山社稷啊！皇兄，圣人言，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若贸然开战，匈奴大军踏平我中原，届时该有多少黎民百姓死于战火呀！陛下，这是将黎民百姓置于不顾，又将江山社稷置于不顾。臣恳请太后以江山社稷为重，废君，另立新君，恢复与匈奴的关系。臣请太后废帝，另立新君。好，百官逼宫，这次就不信你还不废。不剩他俩一起复合百官吗？站那儿干嘛？把这些人记住啊！他们都是齐王和孙祥的人。放心，该咱们了。皇帝，你看看这满朝文武，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太后，你想要朕说什么？太后要朕给匈奴下跪吗？你，赵玉，你这忤逆的逆子！母后，皇兄行事乖张，胡作非为，其母后以社稷为念。你就没有一点悔恨吗？少谋反吗？哀家现在就立摄政王，把调兵虎符交给摄政王。太后，陛下刚刚杀了匈奴人，你便要扬言设立摄政王，是想要背负千古骂名吗？太后，朕让心脏再次跳动了。太后是要食言吗？哀家不食言，现在哀家就废了你。那来吧，朕等着。总算达到目的了。好，哀家成全你。来人！太后如若废帝，臣便与百官即刻罢朝。文武百官还有多少人听你的？那若加上臣呢？我沈家尚未移交曹运，若太后执意废帝，臣便让曹运停摆。届时京城瘫痪，太后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靠！打发走了徐虎，你俩又来背刺，看来朕只能放大招了。母后，你数次提出要立摄政王，心中可有朕？在母后心里，既然是二弟比较重要，那就请母后废了朕。立齐王为帝。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做什么？为什么？陛下这招高啊，这是逼太后还政啊！越来越看不透陛下了，他的心智，他的城府，我明白了，他是以退为进。你即刻给哀家起来！历朝历代还没听说过皇帝让太后废帝的。那今日就有了。太后不是要立齐王吗？朕自去冠冕龙袍，你还在犹豫什么？皇帝，你太让哀家失望了。既然太后失望了，那快点废帝，即刻上！母后，这皇位，皇兄不要，儿臣要。儿臣立誓，一定会治理好天下的。太后，立齐王为君，乃是众望所归呀！你们，若哀家废帝，届时徐虎率军回京，勋贵岂是哀家必死。皇帝好深的城府。恕母后心有顾虑，可先立儿臣为摄政王。太后只能交出调兵虎符，莫非太后认为勋贵集团提不动刀了吗？错，废了朕，这是太后唯一的选择。你们都要做什么？你们为什么都逼哀家？是要逼死哀家吗？吾等自然是要让太后还政于陛下。陛下乃天子，手里只有1枚虎符，而太后手里却掌握着7枚虎符。若太后不将剩余的7枚虎符交出，我等不会罢休。谁想要调兵虎符？朕要为我族啊！你们如今朝堂派系林立，党争激烈，更有齐王祸乱朝纲，逼宫废帝，这一切都是你太后的错。你们是要造反吗？造反的是太后。若不是太后把持军权，在场诸卿谁敢逼宫废帝？荒谬！明明是殿下色迷心窍，玷污孔仪，杀天下鸿儒孔林，除了整个江南粮商，
这又杀了匈奴大汗的弟弟呀！荒谬的是你们！哼！孔乙擅闯玉德堂，当杀；孔林欺辱天子，当斩；阿史那谢图侮辱陛下，当诛。况且让天子下跪，尔等罪该万死。此贵母乃天经地义，陛下乃天子，天子怎能跪下？今日太后若是让天子下跪，将来太后必将遗臭万年。若再不交出军权，闭嘴！两个反骨仔啊！让你们附和大臣，结果被刺斩。是，陛下。太后，废帝吧。太后，救出军权。朕说闭嘴。是，陛下。幽兰，奴婢在。那护符。是。太后，这万万不可！都给人家闭嘴！这次彻底麻了，不但不要废帝，还要给兵权，疯了！这7枚虎符可以调动全国的兵权，哀家现在就把它还给你。太后，我不同意。臣女叩见太后。臣叩见太后。你刚才说什么？臣女不同意，将虎符交给昏君。放肆！你居然敢叫陛下为昏君！臣女若有罪，愿意受大华律例惩处，但不愿受玷污之辱。家父乃为臣女讨回公道，但却被他一刀砍死。敢问太后，家父为臣女讨回公道，有何不对？今日臣女代替家父向太后讨个公道。讨个公道？你今日也是来逼哀家的是吗？孔乙小姐，还有吾等。你们不错，我们4人乃是朱林、王翰、钱逊、郑言的父亲。吾等长子不过多言语几句，便被陛下所杀。今日定要讨个公道。太后若不废帝，就休怪我等江南世家不再向朝廷缴纳钱粮。诸臣，王孝春，尔等是要造反吗？尔等没有收到老夫的信吗？沈阳，你沈家江南顶级世家，敢做这昏厥鹰犬，实在有辱你沈家先祖英名。今后吾等不再封你为东林党领袖，吾等决意与你断绝姻亲关系。太后还不废帝，在等什么？太后，这4家代表了大部分的江南世家，朝廷没了江南的财粮，将会分崩离析的。太后扛不住这种压力的，这次稳了。请母后为大华社稷所念，废帝另立西君，以保大华社稷啊！你们要逼死哀家吗？母后，若再不废帝，失去了江南世家的钱粮庇佑，我大华社稷危矣啊！太后，你要想清楚，若你执意废帝，京城必乱。真想杀了他俩！诸王、钱郑，他们4家可代表不了江南的所有士绅，更何况他们的儿子不尊陛下，罪该万死。你，今日得善后才可。众位爱卿都是国家重臣，依哀家看，就册封摄政王吧。朕不同意。不同意？那你告诉哀家，这该如何解决？若朕能解决，解决了，哀家便不册封摄政王。好，这是你说的。陛下，你最好还是给自己留些颜面。孙祥，你就不怕陛下废你相位吗？废相位？现在还有谁听这昏君的旨意？反正我江南世家不听你的。尔等是来造反吗？他日必留下千古骂名。朕给你们一次机会，臣服朕，朕可饶尔等一命。母兄，他们代表了江南大部分世家，若杀了他们，朝廷分崩离析就在顷刻。况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以退为进。你如果不想要这个皇位，那你做这些为什么？
真不想要这皇位，自己就退位了，何必要太后费力？你这不过是想逼太后拿下兵权的目的罢了。别让我等，赶紧下位！你们不臣服了是吗？吾等绝不臣服于你这暴君。就算朕灭了尔等满门，也不臣服是吗？灭吾等满门？我们的家人皆在江南，你杀不了的。谁说杀不了？老臣徐虎参见陛下。魏国公，爹，魏国公。3月前，臣奉陛下旨意调兵南下，历时3月，幸未辱命。今日回朝，起来吧。谢陛下。徐虎，你这匹夫什么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只要陛下愿意，随时可以杀你满门。带上来。夫人，夫人，你们怎么在这儿？3月以前，陛下就料定你们要逼宫造反，这才让老夫囤积精兵，屯兵河南。你们若敢造次，随时镇压。不是，朕啥时候让他干这事儿了？朕不是让他去河南维稳地方吗？1月以前，老夫听闻你们4人北上进京，便知你们反心已现，这才亲率5万大军南下，坐镇江南，抓了你们一家老小，杀鸡儆猴。现他们4家9族，共计4862口人，全在殿外候旨，只听陛下旨意，人头落地。魏国公做得好啊！看看尔等还敢不敢逼宫？都是我主运筹帷幄，否则他们现在不会出现在这儿。尔等还不臣服吗？9族可全在外面了。哼，我就问一句，昏君，敢偏着不要皇位，杀我们吧！皇兄，我看你还是放了他们吧。你又不敢杀他们，先前你们也说朕不敢杀，但结果是什么？当今天下，唯我江南能向朝廷进贡钱粮，要杀了我等，那亡国就在眼前。哼哼，杀了我，我丢命，你丢皇位，你敢吗？给你杀你也不敢，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吓唬谁呢？你可以吓唬我，当真傻呀？哀家不通帝王权术，如今唯有如此了。皇帝，哀家要你一个交代。太后要什么交代？你是要毁了我江山社稷吗？朕毁了又如何？徐虎，臣在，给朕杀，一个不留。慢，可以移3族，诛9族的话影响太大。一切后果朕担着。是。众将听令，杀！放开！陛下饶命啊！老爷，皇帝，你如此倒行逆施，是要让我大华亡国吗？母后可以废了朕。你暴虐无道！暴虐无道又如何？残忍弑杀又如何？朕是这大华天子，朕才是大华的主人。好，好，好！哀家要立摄政王。杀他人果然没用，太后，这都是你逼朕的。朕就不信把剑架在你脖子上，你还能不废了朕？太后，交出虎符！你这逆子要做什么？朕最后说一遍，交出虎符！休想！哀家不会把虎符交给你这暴君。太祖祖训，后宫不得干政。今有太后违背祖训，朕因太祖诏令斩太后。这王法祖训！你这是干什么？这可是你母后，你身为皇帝，刀架生母，这是大不孝，天下人都不会服你的。朕不斩他，他们就服了吗？赵旭，
你竟敢对母后放肆！昏君，你这个昏君，你敢剑指太后，你将来会遗臭万年的！都给朕住嘴！再敢多说一句，朕便杀了他！赵玉，你这忤逆的逆子！既然如此，太后，那就别怪朕了。母后，太后，母后，你醒了。太后，那逆子气死哀家了。他是不是抢走了调兵虎符？太后，你昏迷之后，那个昏君就抢走了调兵虎符啊！是啊，太后，你早该废帝。如今他已经抢走了调兵虎符，会更无法无天的。没想到他如此暴虐，竟敢将剑指着哀家脖子。太后，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呀？他已经拿到8枚虎符了。幽兰，去把东西拿来。是。母后，你所许何物啊？当年你和赵玉争储，虽然赵玉登基称帝，但是先帝在临死前留下过一封遗诏。遗诏？什么遗诏？当年先帝曾言，若赵玉不堪大任，就将遗诏拿出，废赵玉，立齐王赵成为帝。母后，父皇真的要立儿臣为帝？太后，此话当真，可为何先前不拿出来呢？对啊，先前勋贵以起兵反对，哀家无奈，谁曾想那逆子不孝，现在就算勋贵反对，哀家也要废了他。可太后，他现在手握兵权，单传的圣旨，他若是不承认，说是有假，那我们拿他也没有办法呀。对呀，母后，他现在手握兵权，遗诏没有用啊。宫中禁军永义校尉张天武是哀家侄子，也是哀家心腹，哀家还能调动他麾下500禁军。后日他在太极殿当值，哀家当庭废帝，然后传位给你。此话当真？儿臣谢过母后。赵玉暴虐嗜杀，再由他如此折腾下去，我大华江山将不保，哀家必须废了他。太后，母后，儿臣想先看一看。不着急，后天你可以看个够。从现在起，这封圣旨，哀家要时时刻刻带在身边，以免出意外。就连是儿臣也不行吗？殿下，再急也不及这2日啊。对，母后，那儿臣就先行告退。那老臣也先行告退。去吧，这个你知道该给谁。太后，这奴婢不明白，更不能理解。哀家当得起这个太后，就负得起这个责任。这次把太后气晕，她下旨废朕，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哼！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后果是什么？调兵虎符本来就是朕的，朕拿回自己的东西，有错吗？那可是你母后，你这么做是大不孝。大不孝又如何？这天家无亲情，你不懂吗？没有人可以威胁朕，即便是太后也不行。太后就算是没有虎符，那也是太后，她有权利废了，你知道吗？朕要的就是他废了朕。你说什么？你想让他废了你？你觉得你一旦从位置上下来之后，那帮天下士绅会让我们活下去吗？但朕有兵权啊，他们敢造次，朕不介意把他们都屠了。胡说八道！
陛下，陛下，陛下，大事不好了！陛下，何事啊？老奴得到消息，太后手中有一份先帝的遗诏，说陛下若不能担当大任，就会废了陛下，立齐王为帝呀！什么？你确定？老奴万不敢欺瞒陛下。老奴有个同乡宫女，在慈宁宫服侍太后，她亲耳听到太后说后天就要废除陛下，特来告诉老奴。先帝遗诏啊，这次麻烦了。若是太后下旨废了你，还有的挣扎。这先帝遗诏一出，恐怕我们连军队都很难调动了。这才是朕想听到的消息，来得好。嗨，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先帝遗诏吗？到时候看朕的。不是，那可是先帝遗诏，那是无解的。除非咱们能烧毁这份遗诏。但太后现在肯定时刻都带在身边，这……哎呀，行了，这好戏要开锣了，噔噔噔噔！我画的老虎怎么样？怎么样啊？妙呀，妙！本王终于可以登基了，赵玉。就算你成功登基称帝又如何？这皇位最终不还是本王的？妾身恭喜殿下，贺喜殿下，还请殿下莫要忘了当初的誓言。连清白之身都没有，还想要皇后位？等本王登基就毒死你！当然，你是本王未婚妻，皇后之位当然是你的。妾身谢过殿下。还请王爷勿要忘记当初的承诺，否则江南士绅暴怒，老臣也无法弹压。好，本王一定信守承诺，论功行赏都有份，都有份。陛下驾到，百官恭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尔等不行礼，是想要造反吗？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给一个废帝行礼。齐王，尔等等朕之后才到，是什么意思？还有孔仪，你什么身份？是谁允许你来太极殿的？是本王让他来的，有什么问题吗？齐王，你似乎没资格让他来太极殿。现在齐王没有资格，但很快就有了。今日太后即将宣布废你帝位，立齐王为新帝，而我将会被册封为皇后。哦，是吗？赵玉，你什么态度？你想要朕什么态度？恐惧、害怕，还是什么？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手握兵权就可以无所顾忌了？你知道他是谁吗？禁军勇毅校尉张天武。今日太极殿的当值将军，他更是太后子侄。如今这太极殿上所有的禁军都是本王表兄麾下，没有人会听你的号令。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孤家寡人了，马上就可以废了你。张天武，你是要背军谋反吗？皇后，别着急。哼，你装什么装？张天武，你上来，把这个昏君给我赶下去。你还愣着干什么？动手！本王跟你说话呢，听不见吗？哼！闭嘴！再多说一句，本将斩了你！张天武，你疯了吧？本王马上就要登基了，你敢这么对我？你不害怕吗？
本将是太后子侄，听的是太后懿旨。你现在还没登基呢。哼，殿下，这就是你想的不周全了。你让他把昏君赶下来，这不让他背负废帝的骂名吗？他自然是不同意呀。哎呀，齐王，你也算不了什么，这都内讧起来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等到太后拿先帝遗诏过来，你马上就会被废了。陛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就告诉我吧，你到底做了什么准备？他没准备。本相的人一直监视着京城各个角落，他什么都没干。你什么都没做？他说的是真的吗？对付他们，朕不用做任何准备，到时候一句话就够了。昏君，你是不是不知道先帝遗诏代表的是什么呀？等你被废，我定会为家父报仇。朕以前不杀你们，是觉得你们还有用。等太后的先帝遗诏下来了，朕让你们所有人都去死。哼，笑话！待太后宣读了先帝的遗诏，你就被废了。你没有地位，谁会听你的话呢？我看他是被吓傻了。一个被废的皇帝，还能有什么作为？你到底准备了什么？就告诉我，让我安心啊！朕不需要准备。你不是傻子，你敢这么说，肯定是有所准备。皇后，你怎能如此信任他？你没有听到刚刚丞相说的吗？他什么都没有准备。陛下不是傻子，他敢这么说，必然是有所倚仗。你不信就算了吧，反正今日他完了。完了的是你们，对你们，朕不用准备什么。你说的没错，你的确什么也不需要准备。皇帝，这是先帝留下的遗诏，想来你已经听说过了。母后，该宣旨宣旨吧，朕等着呢。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才是帝王气度。不急，哀家想问你，时至今日，你有过后悔吗？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杀了孔林，还是屠了朱、王、钱、郑4家9族？你心中就没有一点后悔吗？朕从不后悔。太后，赶紧宣旨吧。等你读完先帝遗诏，朕就把这些人全斩了。快要被废了，还敢口出狂言！你这暴君，你现在还是残暴嗜杀，活该被废。太后，这暴君残忍暴虐，还请太后宣布先帝的遗诏，废帝，另立新君。太后，这昏君乃是无用之人，家父乃鸿儒之士，但却因为一句话就被杀了。请太后宣读懿旨，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昏君，等你被废，我一定要杀了你为家父报仇。母后，你快宣旨啊！他们等不及，朕也等不及了。既然如此，哀家就宣读遗诏。哼，朕的100万魏武卒长生不老药终于要到手了。众卿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膝下嫡2子齐王赵成，庶3子越王赵文立，贪赃枉法，弄权朝堂，结党营私，祸乱百姓，滥杀无辜，为大华江山记夺亲王爵位，贬为庶人，流放琼州。母后，父皇不是让朕荣登大典吗？怎么会废了我的爵位？你是不是念错了？什么鬼啊！不是说要废朕帝位吗？怎么是剥夺赵成爵位啊？皇帝接旨吧。
不是废帝，居然是剥夺赵成爵位的诏书。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所以才这么淡定？这知道个屁呀！朕知道个屁呀！朕也希望他是废帝之职。你当然希望是废帝圣旨，如此你便可名正言顺地屠杀所有人。太后，不是要废帝吗？是啊，太后，这是为何啊？如今大华内忧外患，只有齐王才可以拯救啊！母，你是不是念错了？哀家没有看错，这就是先帝遗诏。当年先帝驾崩前便要废你，是哀家苦苦哀求，才保你爵位。父皇要废除我的爵位，这没有理由啊！因为你和赵玉争夺储君位，因为你拜孔林为师，因为你与孔仪订婚。太后，臣女不服。齐王拜家父为老师，与我定亲，有何不可？先帝曾言，士绅可用而不可信。我大华世代皆以勋贵平民为皇后，从未以士绅之女为皇后。太后既然这么信不过吾等，那吾等便罢朝。老臣倒要看看太后最后能用谁。于廷照、沈阳，臣在。都办妥了吗？请太后放心，朝中东林党、齐党已统计完毕，交与魏国公徐虎。太后，你这是要做什么？很难理解吗？哀家要屠尽百官满门。太后，你若杀了我们，天下必乱。你知道吗？皇帝教会哀家一件事情，杀戮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皇帝杀孔林，天下士子反了吗？屠杀江南4大家族9族，江南士子反了吗？天下缺粮，但士绅不缺粮，一切乃士绅以钱粮胁迫皇帝。所以，从一开始，太后从未想过废帝。一开始哀家想过废帝，但哀家想起先帝曾言，天子当统御天下，而非妥协。先帝不会让一个傀儡登基，哀家也不会。陛下，老臣还想再问一件事，陛下是否早就知道江南粮商背后就是本相？是啊，朕知道，只是朕有一点没想到，没想到玉廷照还是东林党领袖。杀良杀属于廷照、沈阳之心，恩威并施，拉拢分化，陛下好权术啊！老臣拜得不远，动手吧，臣准备好了。且慢！母后，既然你没有打算要废帝，为何还要给我机会？为什么？因为朝堂尚未肃清，政局混乱，哀家要用你引出所有心怀不轨之人。难道我在你这儿就只是一个工具吗？朝堂3省6部充斥着东林党、齐党、楚党，甚至清流派官员。除几个大臣外，下面百官具体属何党派，哀家尚且不知，何谈辨忠奸？皇帝分化东林党后，哀家明白了，只要给你机会，你便会拉拢大臣，助你登基。但一切浮出水面，谁忠谁奸，一目了然。可是我是你最喜欢的儿子，但你是皇家子孙，这是你的宿命。
殿下，好自为之啊！不，我们还有机会。赵月，不是杀了阿史那谢图吗？匈奴一定会过来扣边。母后，你把皇位给我，届时匈奴南犯，国库空虚，我们可以找东林党筹措钱粮。殿下何必挣扎呢？一切不过是虚幻罢了。国库即将丰盈，何来钱少粮少一说呀？你什么意思？今日徐虎没有上朝，是抄家去了吧？不错，抄百官士绅的家，国库就有用不完的钱粮。殿下，我们输了。不，本王没输，本王没输。陛下，老臣从未做过通敌叛国之事，陛下信吗？匈奴人都说了，你还敢狡辩？联系匈奴的人是齐王，朕相信你。陛下杀了谢图可汗，匈奴一定来犯。老臣在京城存粮100万担，银钱500万。今日我把这些全部交给陛下，用于抵御匈奴。老臣只求陛下能对世人说，我并非叛族投敌之徒。丞相，丞相，就这样走了，让本王如何是好啊？成儿，时至今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母后，就是因为士绅才不选我吗？儿臣不甘心啊！士绅要的是阶层利益，他们不会为百姓负责，更不会管皇帝是否英明。他们要的是利益，要的是天下权柄。若你登基，天下百姓将永无宁日。何况你竟为了皇位，把孔仪送给皇帝，她可是你的未婚妻，你连自己的女人都庇护不了，又怎能庇护天下百姓？哀家怎敢把天下百姓托付给你？皇帝，你可愿遵先帝遗诏，将他流放琼州，了却余生？这算哀家求你的。这琼州山高路远，隔山片海，母后若是想见他都难。朕把他留在京城，想办法恢复他的爵位。留他在京城，朕还有点机会；要是放跑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多谢皇兄，多谢皇兄，皇帝保证一定不敢再造次了。哀家求你也不行吗？母后何出此言？朕不是留他一命，保了他的爵位吗？成儿，来。成儿，母后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母后。母后，儿臣不用去琼州了，儿臣可以留在京城。留在京城，你就得死啊！母后，皇兄说了，皇兄不杀儿臣，儿臣可以活，儿臣可以活。但哀家要杀你啊！我靠！杀自己亲生儿子！为什么？我杀儿臣？不要怪母后，母后没办法。为什么？
和皇帝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哀家不能让他背负杀弟的罪名。天下百姓需要他，大华江山需要他，为了天下百姓，只能哀家来做。不要怪母后，为了天下百姓，哀家只能这样做。可怜的臣儿，你说但哀家更是大华的太后，哀家不能对不起天下百姓，不能对不起身为边疆的儿郎啊！臣儿，何必呢？他可以活的。天武，末将在。该杀的都杀了吧。姑母，以后好好跟着皇帝，若敢造次，哀家饶不了你。侄儿谨遵姑母教诲，定当不忘。走，否则死。让其他人也退下吧，哀家要问你一些事。都出去吧。诺。母后，想问什么？有个问题，哀家一直想问却不敢问，现在只有你我二人，你要老实回答哀家。什么问题？哀家想知道我那不成器的长子大华皇帝赵玉去了何处？母后，在说什么？朕不就在这里吗？你不是他，虽然身体是他，但是灵魂不是他。母后，说笑了，朕就是赵玉，就是大华皇帝啊！你知道吗？他是哀家亲手带大的，当年先帝给他找奶娘，哀家都拒绝了。哀家太了解他，他没有你这样的城府和心狠手辣，更不会把剑架在哀家脖子上。太后既然已经知道了，那太后为何不废朕，立齐王登基称帝？虽然灵魂不是他，但身体还是他，而且赵成勾结匈奴，出卖国家与民族，若让他登基，异族迟早入驻中原，这是百姓的灾难，是我汉家文明的灾难，哀家不能这样做。何况大华开国260年，时至今日，需要一位铁血帝王才能拯救大华，而你君临天下，威服四海，是真正的天子，只有你才能拯救天下苍生。母后，怎么回事？哀家来时便已服毒，毒发罢了。没必要，你是太后，朕不会动你。大华需要英明的天子，不需要挡路的太后。哀家把江山，把天下百姓托付给你，答应哀家。太后，这不值得，这没你想的那么英明。答应哀家，救救大华，救救天下百姓，勿使异族入主中原，勿使汉家衣冠断绝，不行吗？好，朕答应你，给朕20年，朕会让世界臣服在大华脚下，让每一位大华子民大声地告诉异族，请注意，我是大华子民，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帝国。哀家相信你，先帝，哀家来了。太后，太后！陛下，一切都准备好了。幽兰，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华永昌3年，赵玉改元崇祯，
崇祯元年，除世商，推新政，惩贪腐，清吏治。崇祯2年，平叛乱，复生产。崇祯3年，兴教育，重商税。崇祯4年，废丞相，立内阁。崇祯10年，改元兴武。兴武元年，整顿军队，建海陆新军。兴武10年，改元开元。开元元年，大华北征，大破匈奴。开元2年，诏令屠胡。开元3年，水师东征。开元5年，30万大华军第1次西征。开元10年，水师南征，控海外诸岛。开元15年，20万大华军第2次西征。开元18年，北方五胡。开元20年，登陆新大陆。开元30年，12万大华军第3次西征。开元40年，统御万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大华控图万里，日月永照，威服四海，得陛下旨意，封2皇子为欧王，3皇子为美王，4皇子为澳王，5皇子为非王。钦此。臣谨遵陛下旨意。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太后，朕答应你的事儿，朕做到了。